大家好，今晚由張淑慧同大家睇下天氣啊。今日天氣都唔錯㗎，普遍晴朗而且比較涼爽。不過受一股乾燥嘅大陸氣流影響，天氣都幾乾燥㗎。喺中午時分，本港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係50%或以下。唔知聽日嘅天氣又係點呢？一齊睇下叮當預測。唔該晒，叮當。預測聽日大致天晴，天氣乾燥，氣温介乎18至到24度。相對濕度係介乎55%至到85%之間。跟住睇下嚟緊幾日嘅天氣啊。展望隨後幾日天氣都唔錯㗎，大部分時間都係天晴，不過天氣都幾乾燥。留意週末期間氣温會涼翻啲，到星期日最低氣温得15度。跟住睇下華南地區嘅天氣啊。澳門、深圳、廣州、東莞都係多雲，4個城市氣温介乎16至到27度。另外4個華南城市天氣方面，都係全部多雲㗎。韶關比較凍，最低氣温得15度。最後睇埋4個主要城市啊。睇嚟都係冇咩陽光啦，4個城市都係多雲。天津嘅温差比較大，氣温介乎8至到21度。好啦，今晚天氣講到呢一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